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1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0206大地震造成台南市43位的古迹以及历史建筑严重受损。在第一时间，市府文化资产管理处就以安全作为第一要件，进行古迹的紧急加固工程，上午正式向外界报告修复的进度。针对0206大地震台南古迹受损以及目前修复进行，上午由市府文资处长林超斌公开说明，目前受损的43个古迹已经有20个被修复，其中小型损伤的部分，大部分是墙面、厝徛或者是整叠的装饰物品落来，大部分已经修复完成。另外，主体结构受损、有安全疑虑的古迹，将会转变进行重新设计，等待设计完成再进行修补。那从2月6号一直到今天，大概已经有9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特别将我们这一阵子对整个古迹历建修复的状况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那43处当中已经完成的已经有13处，那比较重大必须要紧急加固的4处也都已经紧急加固完成。那另外相关的这些细部设计也都开始积极的在进行。因为古迹修复需要高度专业，所以这届也邀请了侪专家共同参与修复过程甲记录，共同研究上界适合的工程做法。从肉眼上，其实你并没有办法了解说它目前损害的状况是如何，所以还是要透过一些仪器或是把整个构件卸下来之后，才会发现说哇，它受损的严重性到什么程度。所以为什么古迹历建修复往往时间都会不断的延长，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这次这个文资局有派了一组学者专家来协助我们整个修复设计。包括一些设计图的一个审核，那包括修复过程当中的所谓的这个会勘，那过程如果遇到什么问题，那这些学者专家都会协助我们在第一时间去现场，然后去做判读，然后来解决如何用什么样子的工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小型的专案修复工程已经完成，受损严重的也已经发包重新设计规划。预计所有的古迹损伤将会在后年底进前全部来完成。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市府为了打造台南成为世界文学之都，为去年开始举办台南文学季。今年第2档持续甲台湾文学馆合作，将于10月18号开始，一直到年底为止，规划13项文学活动，佮设计限量的文创纪念品，鼓励民众踊跃参与。市府文化局为了让大家知影今年台南文化季的特色，也特别邀请进驻南宁文学界2000秒等4位作家来协助片宣传。文化局表示，市府以打造台南成为世界文学之都的发展目标，去年第一摆举办的备受好评，所以今年持续办理，并且将主题定做南方想象，希望透过文学教室、主题册展等活动，甚至伫台南文学馆的合作，要到台北进行为期1档的台南诗展，要让民众亲自认识台南文学。好，那在今年呢，我们再接再厉，我们希望可以用文学来打造我们台南这个城市。那我们也希望用文学想象来让更多的人在台南真的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文学的存在。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办文学季一直以来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今年呢，我们总共规划了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想整个文学季的活动呢，是总共有13个系列，那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琳琅满目。
文化局表示，为了鼓励民众经打进文学，除了将文学甲表演艺术跨界合作，也特别打造限量的文学柜手提包等文创纪念品。只要参加文学讲座等活动，收集点数就有机会兑换相关的纪念品。邀请民众对10月18号开始到年底，做伙建立台南文学的世界。电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今年4月才成立的大台南妇女领袖协进会，半冬来热心公益，举办过每届公益活动。下晡特别邀请议员王家珍来演讲甲签册，预备所得将关乎热兰者失智症关怀协会。今年4月7号才成立的大台南妇女领袖协进会，在新任理事长王秀琼的带领，半冬来举办了8场的公益活动，并且完成绘画绘旗的创作。下晡演讲会进前，伫老师甲创作者的带动，首次发表绘画，将协会成立的目的都用于歌词当中。因为我们大台南妇女领袖协进会是今年4月27日成立，阮成立的宗旨呢，就是讲呢爱抱着呢知足感恩的心。大家呢共心来精进。阮的爱伫台南，毋过呢，阮所服务的对象拢是公益安尼。现场也邀请议员王家珍以亲子活动作为主题来演讲。王议员并且捐出50本新册做预备，所得关乎热兰者失智症协会。呼吁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到过去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价值？那个价值就是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敬天法主，慎终追远。我想，如果我们家的基础稳固的话，这个社会应该会更和谐、更安定。这也是我们大家追求的共同目标。该协会成立到大，虽然只有短短半冬外，不过会员嘛对原本150位拓展到将近200位。理事长欢迎只要认同该协会理念，拢欢迎各界姊妹加入，共同来做公益。电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到底老大人该当练瑜伽呢？答案是会当，不过爱看老大人是要练到什么程度，都是爱看因的身心状况来做调整。松撇学院就表示，因专门为55岁以上长辈所开办的瑜伽课程，大期报名拢额满，所以今年就特别加开2班。老师一个口令，学员一个动作，调工步调卡班，就是为松坡汉语瑜伽，拢是老师专工为年满55岁以上，甚至要高龄80岁翁仔某来设计课程。无像一般市面上上的瑜伽，肢体较凹来凹去，强度较强，较无适合。所以，互学院对开班以来，每一期拢真紧的额满。今年佮特别聘请老师加开2班，应付长辈需求。我当时好不容易才能够进到这个班，因为是今年度，对，那我们就进得来了。外面会强度会比较强，比较不适合你们吗？外面的我是觉得，也许它没有分级，所谓分级就是年龄的分级。那这个常青班对年龄大的一点的人来讲是蛮合适的。那老师又很好，老师会针对我们的年龄给我们辅导。像你外面的话，可能是针对年轻人，有的动作比较难，我们做的会受伤。我觉得老师非常非常的用心。对真济长辈来讲，通常拢有筋骨酸痛，甚至困眠、偏执问题。透过柔软放松的训练，对身体好处多多。我们会强化就是肌群还有关节的稳定性。对，瑜伽一般都是加强柔软度嘛。那我们除了加强柔软度以外，就是会增加一些，就适度增加一些老人家的肌力，让它强化一点。尤其是在关节的周围，比如说膝关节啊，还有脊椎关节，最容易发生问题就是这两个地方。所以社会局的松坡学院嘛，因为收费比一般市面上减真济，65岁以上长辈甚至学费减半，80岁以上免费。主要嘛是希望互单车长辈增加社会参与，提升生活品质，上重要是活得健康勇敢。电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
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百货业者甲艺术家安迪杨合作，伫百货公司展出为酱碎片的创作。艺术家用色滴、造型甲线条，创作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形态。这场创作展将展到11月6号，欢迎民众到现场参观欣赏。色彩鲜艳大胆，线条流畅，和几何色块，就亲像是有了生命同款。艺术家安迪杨运用2D 加3D 高速的创作手法，将一个作品自然的延伸到后一个作品，但是也袂互观看的人感觉真杂乱，颠倒是适时的进入到大家视线里面。是有做一些立体的作品，可是这个石膏像一开始是先把它打碎，然后一片一片画完以后再把它拼起来。然后可是像这次我的画作有一些是在平面以外的延伸，所以我这个作品其实是探讨透过我的色彩跟线条去探讨3维跟2维，就是 3D 跟2D 之间的一些趣味性。那所以当你看这个立体作品跟画作搭配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好像被画作给吃掉。可是像看平面作品它延伸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长到这个 3D 的场域空间。所以我希望这次这个展览在小西门的个展可以让观众有更多的互动性，然后在观展上可以有一些有别于以往就是平面的看展的经验，可以延伸到一些场域空间。现场展出13幅的作品，其中上该受到关注的，就是以石膏甲木材作为素材制作完成的人像碎片。安迪杨创作展为10月5号开始，展出到11月6号。民众来到百货公司洗的时阵，也唔通袂记得来到维艺廊欣赏这真特别的创作展览。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三味堂布袋戏洋啊，再次来到成功3月台南新天地展出。这届除了第一届发表的新的布袋戏洋啊以外，嘛开办免费的课程，来教导粉丝安怎家己动手来制作布袋戏洋的配件。今年度三妹堂伫咧国内上大一场展览，即日起到11月1号，将伫新光3月西门店举办。一档比一档规模较大的三妹堂，今年除了有新的布袋戏红仔推出，也以《封神榜》为题材，制作新的布袋戏剧表演，要互侪喜爱三妹堂的粉丝无共款的感受。同时，因也将开办免费甲民众制作布袋戏红仔的机卡。希望有较侪人投身这项传统艺术，所以我们有很多粉丝，因为我们的关系，所以开始也自己来跟我们学怎么去粘头发，怎么去做衣服。所以这次在星光三月这个西门店这个大展，我们特地为了要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发光发热所以我们让我们粉丝呢吴杰瑞呢，还有这个吴兴哲2位这个我们的粉丝，然后就是他们创作了3尊。这个自创的布袋戏偶，那中间的过程，我们就协助他们，教导他们怎么去做设计。然后他们粘头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帮他。对，然后像我们多多还有帮他做这个帽子。所以他们这3尊木偶呢，等于是我们三妹堂开始在到处传承这一块，也帮台湾的自创戏偶带出了一个全新的风潮。所以现在以前在台湾，你讲到布袋戏偶，大家一定会讲到霹雳布袋戏。
或者是实验文。但现在台湾讲到布袋戏偶，现在会多了一块自创戏偶，就是属于这个创作者自己本身创作出来的，那就是我们三妹堂从2011年开始带起来的新风潮。所以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这个在假日开设的这些免费课程。那也欢迎大家在10月15号跟10月30号下午2点来星光三月一起来跟我们学。三妹堂布袋戏样啊，精致的服装配件，也是济忠实粉丝喜意的原因。因甚至运用施华洛世奇的水晶作为制作材料，让布袋戏样啊不只有传统的感觉，同时也加入了流行新调的风格。让到场欣赏的民众就敢若亲像走入布袋戏的奇幻旅程同款。等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安平知名酒店为了抢占每个商机，已经推出专案，不只有饭店大房优惠，送大头贴机等等的活动，在菜色方面嘛特别设计，要让企业团体一个无同款的每个春酒享宴。离关接近，又搁到了公司行号举办每个春酒，为了员工的旺季，位伫台南安平四星酒店，今年度推出真侪丰富的每个春酒专案。不只有订5道送知名饭店大寿券的活动，订满15道，搁送大头贴机，让员工会当伫个每个现场翕相留念，成为上介好的纪念品。这是今年我们维悦酒店新出的尾牙春酒菜色。那我们今年的菜色总共分为6880跟4880。那今年的菜色的话很丰富哈，我们有海石斑，然后也有蚕丝虾。除了说我们定席就送我们的饮料畅饮，那还有假如说你订了5桌呢，我们就送知名饭店的一个住宿券，然后让员工可以轻轻松松的出去度假。10桌我们就送卡拉 OK 欢唱，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尽情的唱歌。那另外就是说，假如你订了15桌以上，我们就有大头贴机，免费的一个提供服务。那让大家在这次的一个活动中，大家都可以尽兴而归。除了丰富的每个春酒专案，餐厅嘛特别设计2种豪华的菜单，让企业团体会当用澎湃菜色来慰劳这一档辛苦的员工，是公司举办每个春酒的新选择。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有一位体重超过100公斤的中年妇女，最近几个月来体重阁一直咧增加，特别是腹肚愈来愈大。后来一照超音波，才发现腹肚内竟然有超大粒39公分的卵巢瘤。经过贵中学病院紧急开刀，目前一切顺利。贵中华病院3科主任讲，因为卵巢瘤一开始无明显镜头，加上患者本身体重的过重无提高警觉，也准讲是家己搁较肥啊。后来发现无对重，看医生竟然是有39公分的超大肿瘤，引出23000cc黏黏落落的物件，手术过后减轻超过27公斤。那在临床上，他们定义说，如果说你是10公分算大的卵巢瘤。那20公分以上就称为巨大卵巢瘤，但像我们这可以超过30公分以上，那它都没有症状，最主要它可能因为它本身比较肥胖，所以它慢慢在变大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又体重就增加，肚子又慢慢越变大，所以就不去介意，不去注意它，等到人家觉得说，你的肚子的那个胖跟那个人家所谓的真的胖的肚子的形状是不一样的，他建议到我们医院来做一个检测，才知道说，它真的是一个卵巢瘤，已经来到30几公分了。医生表示，类似这款良性的卵巢瘤，通常若月经无规则女性，就占了50%。另外加上体重过重，也是有家族遗传，拢是高风险群，所以医生建议每半年就要做一摆检查。一般来讲，像这么大的巨大卵巢瘤有一些风险的哈，包括他是一个肥胖的病人，或有家族史，或者说他本身是一个不孕症，有一些药物刺激作用的。另一方面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给一个汤姆疾病的一个药物，因为那是在治疗那个乳癌的药物，但是它会影响到内膜。但是最近的研究报告认为它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卵巢的一个囊肿。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说有这些危险因子的人，还是要建议要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追踪，比较安全。台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
这位5岁小朋友伫3岁半的时阵，曾经下骨发作，后来每半个月就会发作一摆。经过中医治疗之后，除了下骨较袂发作，镜头嘛慢慢改善。所以医生强调，中医介入下骨的治疗，不只会当调理体质，嘛会当降低患者使用药物的程度。下骨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镜头会维持真久。囡仔下骨大部分会治疗好势。运用中医治疗，主要会当调理体质，降低对药物的使用。是调整体质为主，所以它也有急性控制的药，但是它急性控制的药效果可能没有西药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它在慢性调理的时候可以达到比较长的疗效，尤其是说它可以降低对药物的依赖性。那最重要，我们希望说，或许体质这个因素，我们在中医的观点上面，在它成长的过程之中是可以慢慢改变的。所以说，它可以有一个比较重度的过敏，到后来调整到他成年或者是青春期的时候，是一个轻度、轻微的过敏。那也就是说，他可能成年之后就不会再有这些症状产生了。医师提醒，有部分下骨的患者对花粉有过敏的反应，在咧空气无好的环境之下，嘛会引发下骨。另外，在咧季节交换、天气转凉的时阵，都要特别注意。小孩子的手足末梢，尤其是那种5岁以下的，它的温度会比成人还要高。可是如果我们成人摸下去，发现说，囡仔的手比咱成人还要凉，那我们就要注意，这样的小孩子他可能就是已经有一点不够保暖的现象。所以这一点我们都会跟这个家长做卫教。除了注意环境，下骨的患者平常时也要注意保暖，困到饱眠，才会当降低下骨发作的几率。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随着人口老化，失智症盛行率也愈来愈增加。不过，对着失智症的优先照护，台湾也是有不足的所在。对此，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特别设立失智症照护咨询，提供患者甲家属进一步认识甲理解，并且提升对失智症的照护品质。虽然讲老人是厝内宝贝，不过当老大人出现脑力退化，甚至有精神的镜头、残障妄想，或者是被害妄想等等，家属在怀疑敢是得到失智症。对此，台南病院精神科医生表示，其实轻度或者是中度的失智症，都开始并不一定要用药，只要透过医生、护理师、社工加职能治疗师的照护咨询，会当帮助患者加家属。我们会根据就是病患以及家属的需求，然后我们会做整体性的评估。那整体性的评估之后，我们会根据家属还有病患他的一些临床症状的表现，然后我们会转介合适的照护咨询。照护咨询的服务就包括了护理师的服务，还有就是职能治疗师的服务以及社工师的服务。所以主要的一个失智照护的咨询就是包括了这一方面，就是由医师端会转介护理师、职能治疗师以及社工师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照护咨询的一个评估。那希望这样子对我们的一个患者还有家属都有很多的一个帮助。透过精神科医生鉴定，并且提供团队照护咨询，不但对患者病情有所改善，同时嘛当疏解家属伫照顾患者时压力。如果家属需要休困，照护咨询嘛当帮助转介到日间照护机构，提供患者甲家属更较好的服务。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份的天气，温度25度到31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0月13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